動玩得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未試過可以即興大人小朋友一齊做劇。大家準備好未？我都覺得呢個活動好有意義喎，同埋會可以知道原來你跳舞係咁叻㗎喎。好難得係可以一齊喺個劇場度一齊做一個話劇啦。咁希望可以即係遲啲再 join 多啲呢啲咁嘅親子活動。下次再嚟唔嚟啊？嚟。強力推薦。